點解香港人成日都咁有禮貌？睇下佢哋日常嘅8個習慣就即刻明晒啦。第一，無論返工幾辛苦，都唔會踎喺路邊休息，佢哋覺得唔文雅，仲會阻住人哋。第二，公共場合講嘢係輕聲細語㗎，玩手機都自覺調靜音，唔打攪人係基本禮貌。第三，地鐵優先座永遠留俾有需要嘅人，阿叔阿嬸落車有人扶，善意藏喺心入面。第四，排隊永遠一條直龍，冇人插隊都冇人又推又撞，守規矩係城市默契。第五，約時間從來都唔遲到，浪費人時間比鬧人更加嚴重。第六，出街必定會拎環保袋，垃圾分類好細緻，節能減排係生活嘅常態。第七，無論係朝早定係晚黑，總會見到跑步、行山、打波嘅人群，自律到連運動都排隊。第八，低調係香港人普遍嘅特質啦，咁就算有錢都唔會晒出嚟。香港唔止係國際金融中心，更加係一個有溫度、有秩序嘅大城市。你又覺得呢啲習慣值唔值得我哋去學習呢？評論區我哋傾下。